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民保客栈这出电视剧伫公视台1台咧演的时阵是真侪人爱看。今年当美魂歌戏团会用小刚的角色，小刚因做伙伫冥界的背景来编出一个全新的故事，互买众会当现场看到民保客栈。甲电视剧相共，这出戏会用笑诼的方式来讨论严肃的课题。咱人一世人要安怎过才袂有遗憾？当生命行到尽崩的时阵，咱敢有法度拢袂后悔？这出戏带大家来思考人生，嘛互咱对往生了后的世界有另外一款看法。民保客栈明星双飞劫是这出戏的名，伊为11月14到11月17会伫国家戏剧院演出，大家还要听候3个月。不过这阵就会使去 OpenTix 买票。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嘛有拆票的电脑，请大家赶紧去。今年奥林匹克自开幕，新闻就真侪，嘛有人咧讨论是安怎一摆奥林匹克无比赛野球，无比赛巧固球，也阁有一项是进前就有讲要去争取变做比赛项目的动球。我真少讲到运动，毋过今日要来讲动球，因为这项运动的变化伫台湾是真趣味。伊自古早贵族咧佚佗的一项娱乐，有一段时间伫台湾煞变做是8大行业内底一项。是安怎会安尼变？咱今日来讲动球。动球这项室内的运动是自日本时代就传来到台湾。这项运动是14、15世纪伫欧洲就有人咧耍啊。迄时阵，英国有钱的贵族就会伫家己的厝内设一间动球场。法国的国王路易14，伊甲象牙做的磅空放伫桌仔顶，举一支锤啊，把球弄入去这个门内底，也是互球去弄着这个象牙做的磅空，安尼就算有分数。伊搁伫食饭后，叫大家就爱做伙来算这个桌仔顶的运动。国王最爱这个运动诶，所以伫法国就开始实行。一直到17世纪的时阵，伫法国真侪贵族拢就最爱耍动球。这项桌仔顶讲球的方式有真侪变化。头起先是有人想到讲，伫桌仔顶挖一个坑伫中，互这粒球会落落。后来就有人发明，无伫4个角挖坑，刷落来才有伫桌仔边。总共挖6个坑，就像即摆动球桌仔相共啊。也为着要互这球落落，莫作歹扣，佫会伫这坑下面装地啊。这就变做即摆看到的动球桌仔。当然，这是试过足侪摆的改良。中嘛有人发明过8角形的动球桌仔，伫迄个桌仔就有开8坑，互佫较侪人会当做伙耍。毋管是动球的锤仔，也是动球的桌仔，拢改良过真侪摆。一直到19世纪的时阵，迄桌仔边都有包树钉，互球较好走。上古早的球是象牙做的，毋过象牙是足贵，也嘛足稀罕，所以动球就袂当普及。一直到19世纪的时阵，美国有一间做塑胶的公司，伊出1万块美金做奖金。叫大家用塑胶去做动球会当耍的球。后来发明这粒塑胶动球的人，伊阁互美国动球协会选入去因的动球名人馆内底，因为伊的发明，互动球变做是较俗、较普遍，真侪人会当去耍的运动。就亲像动球的工具一直咧变，动球的算法嘛是。伫无共所在，抑阁有发明出无共的比赛方式。即马抑阁有分做开轮球，有苏洛库，
也还有花球、花式动球，主要是这3款。因的算法拢有一粒母球会启动别粒球，佮互这个球看敢会落落遐个空内底。动球伫国外就有2个无同款的发展的方向，一个是继续像伫欧洲相共，是贵族咧耍的运动，也佮有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展，伊传去到美国的时阵，是变做伫酒店、跋筊场内底的一项娱乐。动球伫台湾的发展较特殊，为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人咧耍，毋过伊是甲欧洲相共，迄当阵就爱真好业的人，也是大官才耍会起的室内运动。拄开始的时阵是耍开轮球，就是迄个空下面无白底仔的。伫1910年的时阵，还佫有伫台北的台湾铁道饭店举办过全岛的动球大会，迄时阵就有70多个人参加。当然因大部分是拢住伫台湾的日本人，毋过因是连续比赛2天，算是真大型的活动啊。伫迄时就有一个讲法，较早的人讲天下第一戆，正甘蔗互火车帮，也若算天下第2戆的，就是动球相帮。会讲动球的人是戆人，是一般民众因无感觉摕一支锤仔搭一粒球动来动去，到底有啥物好耍的，所以因会讲会去动球的是戆人。当然迄当阵是真少人耍会去动球。战后1949年的时阵，英国式的斯诺库就为日本传来到台湾，这款就变做伊的空下面真正有绑一个袋啊，而且斯诺库是为军队内底开始实行的，伫军队、伫学校开始推广。自从战后有台湾省运动会的时阵，就拢有人提议，就爱甲动球设做比赛的项目。听候到1952年第7届的运动会时阵，才真正有动球这项。毋过伊简单办7遍，而且拢是表演赛，毋是正式的比赛。去参加表演的大部分是动球经的头家、头家娘，也是伫迄内底记分数的小姐。迄时豆豆仔社会普遍都认为动球毋是啥物好的运动，毋是正当的运动。伫1960年代到1970年代，算是台湾动球上时行的时阵，真侪少年人拢真爱去动球经。毋过是安怎一个贵族的运动，伫战后的台湾煞变做一项大家认为无正当的活动。头起先是教育部专门规定讲，专科以上的学校的学生啊，袂使入去动球经。这个规定就互动球的人豆豆仔变少。1986年的时阵，政府也佮甲动球列入去8大行业内底，就是讲伊扣的税金会佮较悬，算是特种营业。迄时新闻内面举办7届的表演赛了后，就无动球这个项目啊。是安怎动球会变做无好的娱乐？有一个是迄当阵动球就有人咧跋筊，像讲会使先买好号码，也若是动球比赛分数，甲伊先买好的牌仔内底号码拄好相共的时阵，就会当摕到奖金。这就像跋筊相共啊。佮再来，就是动球经是少年人真爱去的所在。有的头家为着要做生意，也会特别去请较水的查某囡仔来斗记分数、斗算时间，也是伫遐收钱。最后有的少年人是为着这个小姐去动球经，社会普遍嘛认为这种行为是毋好的。也佮有就是伫动球经时常会甲无熟识的人咧动球比赛，因咧比的时阵嘛拢有算钱，安尼就会发生讲，若输了无甘愿，毋甘愿摕钱出来，也是输的人无爱互赢的人先离开，因时常就会冤家嘛相拍。最后政府就愈想要管制这个行业。后来伫1990年成立的动球协会，
因为着要改变台湾人对斯诺克这项动球无好的印象，就开始推广花球、花式动球。花式动球伊的技术是较复杂，动球协会因个会特别训练选手去参加国外比赛，这互动球豆豆变做是一款运动比赛，而且去动球的人嘛变做一款专业，动球变做一项职业，开始有动球的职业选手出来。因为这项运动动球变做会当出国比赛项目，还有这职业选手，社会大众对动球的看法才豆豆改变。1999年的时阵，政府就把本地算伫特种行业内底动球场改做是体育场所。这个改变嘛有真侪原因，一个是为1990年代开始，台湾因过足侪人咧看的野球甲篮球已经讲了无遐尼好啊，表现无啥好，所以就豆豆无啥人咧看。迄当阵的第四台甲真侪体育电台，因差不多逐工就开始拢咧放动球的节目，媒体的配合影响真大。也这媒体会开始报动球，主要的原因是真侪国际比赛开始。1998年，动球就变做亚洲运动的比赛项目。2005年，变做是世界运动会内底比赛项目。台湾伫动球的表现是拢真好。伫1998年亚洲运动会的时阵，就摕到金牌，所以有摕到奖，真侪人爱看，媒体就足爱报的。2000年左右，伫全台湾动球变做是全国第2大的运动，媒体会一直报宣传动球，也阁有一个原因，是动球甲别项运动比起来，女性的运动员比例较悬。真少运动是女性的选手比查甫较侪，毋过动球就是安尼。特别迄当阵有世界性的比赛，安利杯，就是1998年美国的公司安利伫台湾举办的世界女子动球比赛。这个比赛逐冬拢真侪人咧看，也嘛制作出真侪动球的名称，像陈纯贞、柳信美，拢是迄当阵真出名的动球选手，而且因会去接足侪广告，媒体就一直报，也阁有国家政府的支持，所以动球就豆豆变做台湾民众喜欢的运动。动球会互人当作是一个优雅女性的运动，主要是伊是伫冷气房内底，伫室内穿甲水水，真优雅的一款运动。看起来简单讲，这项运动内底女性较优势。实际若去看，大部分动球的女性选手，因嘛差不多到30岁进前结婚了，就无搁参加比赛啊。因为着要会当配合这个优雅的运动，着要保持迄款形象，才有通去接到广告。安利杯伊伫21冬以后嘛停办。迄时相共职业的男子、女子动球比赛嘛拢停办啊，所以台湾到呾这个动球场嘛剩无几间。因过有人讲，全台湾动球当时行的时阵，是动球场比即阵的利便店搁较侪。动球是安怎搁豆豆无去？这甲这项运动比赛的发展嘛有牵连。捌摕过10届世界冠军的杨清顺嘛捌讲过，做一个动球选手看起来真请赢。毋过无论是伊去投资动球场，也是去做选手，也是要去做教练，这对因来讲，拢毋是一个永久的工课。动球到底是因为落尾无企业、无政府要去投资，所以就无人拍、无人看。也是因为这项运动无时行，无人咧拍，无人去关心，所以就无企业要去投资去赞助这个运动。这发展甲这项运动敢有变做国际比赛项目，是有偌大的关系。要安怎互一个运动项目，也是一项娱乐活动，
会当长期来经营，毋是讲无时间就怎规个拢总无去。这个问题真复杂，这嘛毋若是当球有拄到的问题，像英国的保龄球嘛真死行，即阵嘛已经无看啊。真济运动也是娱乐活动拢是相共的。我今日先讲到这个问题就互大家去思考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也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意思配的人啊，就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